咱来三角祈祷。亲爱上帝，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伫遮三角敬拜你。阮伫即几礼拜伫思考分享约翰所讲的关系阮的主的代志。阮今仔日要三角想道成肉体的真理，这是阮人的头壳无法度通了解的代志。阮恳求你的圣神帮助阮，通过阮所讲、所听、所想的，利益伫阮的信仰，互阮得到你的恩典、甲真理的祝福。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以前真爱听古典音乐吼，我知影吼，迄歌剧吼 opera 吼 opera 头前拢有一个做 overture 序曲啊。我捌去上迄个音乐欣赏的课吼，因讲我到尾真注意听，我实在是无啥听无啥有。毋过因甲我讲哦，迄个 overture 吼，迄个序曲开始的时奏一种，像莫扎的迄个歌剧拢有一个序曲。伊讲伫迄个序曲内底，你会当听到后壁要演的歌剧的迄个旋律会伫迄内底走出来，哦，迄是音乐啦，哦。咱今仔日读这个咱即几礼拜伫看对约翰第一章的第一节到18节，即18节吼，会当迄是约翰福音的序言啦，就是甲迄个序曲要共款啊。因为对第一章第一节到18节吼，你会当看到迄个规本约翰福音所要讲的代志的缩小版，拢伫迄个所在。这是真趣味的代志，约翰写的吼。咱伫过去2礼拜拢对咱头一礼拜讲第一节到第5节，源起头有道甲上帝三甲伫地，讲活命，讲光。顶礼拜咱有讲迄光来世间，世间无接纳伊，接纳伊的人做上帝的囝儿。咱今仔日要看14节到18节，这是这个约翰的序言的上尾一段。有人讲，这18章的前上界要紧的是伫这4节的中间。这我看有影，所以咱会当讲，这4节是规本约翰福音书的精粹的所在，是伫这4节的内底。伫约翰福音吼，有一字吼，敢若约翰圣经内底敢若约翰用着内底，别人拢无用着。我有做迄个 PowerPoint 出来，哦，约翰读伊的囝，独生囝，咱细汉念的是上帝听世间将伊的独生囝，就是这字独生囝。迄字是希腊文啦，monogenes 吼，mono 是单一 ，gen 是基因嘛，上帝唯一的基因啦，上帝唯一的，所以是独生囝的意思啦。英文的圣经翻作 only begotten， 上帝唯一上帝生的囡仔 begotten，beget 是生的意思 ，begotten 上帝和上帝生出。搁一个 one of a kind，one of a kind 吼，就是敢若这项尔无别个啦，迄个做高门独持是无安尼？迄个话，咱台湾有迄个话嘛吼。one of a kind 就是敢若迄项物件来个。搁一个有人用是 unique 是真特别，真特别。你若读约翰福音段，这个第一节到18节，你会当看到约翰吼，要互咱知影，耶稣是足 unique。上帝独生囝是 one of a kind，one of a kind 是等于做独一无二啦，独一无二，就是要互咱知影，耶稣是足特别的物件。但伫这4节的中间哦，我要来甲咱三角看，
这四节内底咧讲耶稣特别伫倒遐特别，咱一个一个来看吼。大先来看第14节，第14节吼，第14节，伊讲吼，道成肉体，踮伫咱中间，充满恩典甲真理。阮有看见伊的荣耀，是天父独一个囝才有的荣耀。道成做人，阮细汉念冰句的时，拢念道成肉体。我真正有来对道成肉体较关系吼。阮念是道成肉体徛起伫人的中间，是安尼念。道成肉体，我以前捌讲过吼。约翰福音段内底无 Christmas 的故事，咱圣诞节若到，咱若读圣诞节的故事，咱拢读马太甲路加，真少人去读约翰第一章，因为约翰第一章无讲耶稣出世的代志，耶稣出世的细节，遐天使故样的，拢总路加甲马太才有，咱拢读的。有一个牧师讲哦。马太甲路加吼，是将耶稣出世的故事甲咱讲，耶稣出世的故事讲互咱听。约翰是吼，要将迄个故事的后面上帝作为上要紧的。换一句话来讲，马太甲路加讲的是故事啦。我嘛有讲，有人讲迄个。迄三本福音书吼，是亲像新闻的，恁咧看新闻的事件。约翰是亲像社论，在讨论搁较深后面的代志。马太甲路加，互咱看到耶稣出世的故事。约翰的道成肉体，是互咱去看。这个耶稣出世的神学意义伫倒呀？这是真深的物件吼。英语叫做 incarnation。我伫遮讲哦，耶稣的出世是 unique 的降生。我感觉台湾内容，咱有一个叫做出世出生。若拄着耶稣的时候，我会记细汉的时，阮拢讲耶稣降生。降是耶稣。降伊的价落来出世伫这个世界，降生这句话足好的啦，道成肉体，伊对天堂落来这个世间，伊降价伊家己降生。保罗伫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9节讲，伊本来是不有为着咱变做上样，来甲咱做伙，这是伊的降生。英语叫 incarnation。我伫圣诞节时有一条歌吼，咱拢定定咧听，英语叫做 What Child Is This？ 恁知影这条歌无 ？What Child？ 你若去看迄个歌词吼 ，What Child Is This？ 迄听着敢若在敢若在食咸酸甜啦吼。What Child Is This？ 伊内底讲哦，伊是这个囡仔是 King 是王，过来是玛利亚的囝 Mary's son， Mary's son。约翰吼是用足重的话甲你讲吼 ，What child is this？ 伊讲这个 child 是上帝的道啦，毋是干那伫遐咧王什么玛利亚的囝，迄那像咧食咸酸甜咧。约翰用足重咸的一句话甲咱讲，这个囡仔是啥？这个囡仔是上帝的道呢？这个囡仔是上帝的道。咱今仔日读的迄个希伯来第1章第19到第30，我真爱这节圣经。伊讲过去上帝拢用先知啦，甲咱的祖先讲，到上帝吼叫先知甲遐百姓讲，拢无啥有效嘛。到尾啊，上帝吼好啦，阮囝落去啦，伊找伊的囝落来，这是希伯来所写的，吼。Eugene Peterson， 我真爱讲 Eugene Peterson。Eugene Peterson 道成肉体这句话吼，伊讲吼，道成做道就是耶稣，道就是上帝吼。道成做有血有肉的人，搬来做咱的厝边，这是 Eugene Peterson 写。
真生动哦，道成肉体，上帝搬来做咱的厝边啦。啊，有一个神学家 A.T. Robertson， 伊讲哦，道成肉体吼是人想袂通的大事啦。人想袂通的大，你无法度通用你的头壳去想啦，无法度通用你的迄落去了解。伫提摩太前书第3章第16节吼，遐吼有保罗吼，保罗有讲，保罗吼，伊讲吼，伊甲提摩太讲，大家拢宣认咱信仰的奥妙是偌尼大。啊，过去吼，伊有写过来的真济，我无拢总写。伊讲信仰的奥妙，咱的信仰的奥妙上大条的倒一条？基督显现做人，这样才是上大条。保罗将道成肉体摆做咱的信仰内底第一大的奥秘。所以你看，这个是吼，这是咯。啊，约翰过去讲吼，伊伫这个耶稣内底看到啥？看到恩典甲真理，因为到遮讲的吼，拢真抽象，较形而上迄款的物件。咱真过去吼，约翰用一个真实际的，用啥物咧？用伊家己的经验。伊过去讲，阮有看见伊，阮有看见伊，毋是我。伊讲，阮有看见伊的阳光，阮有看见。约翰吼，伫所有的耶稣的学生内底吼，约翰活上久，啊，伊是唯一无顺教。换一句来讲，伊寿终正寝啦，伫因兜安尼好好过生去。有互人送去拔毛的海事安怎？毋是互像彼得讲雅各叫用斩头啦，安尼，大家拢是顺教，敢若约翰无。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书的是已经真年岁真济啊。伊想过去的代志，伊伫遮讲，阮有看见。伊已经过身，为着耶稣基督福音牺牲性命，才会同伴，甲伊拢有看到。因看到啥？因看到吼，这个上帝道成做人，这个耶稣吼，充满真理啊，恩典甲真理。伊伫这18节的内底，恩典甲真理，约翰用2摆，这是头一摆。伊讲因的经验，耶稣的恩典甲真理。什么是恩典？恩典是耶稣因看见甲耶稣做伙3年半，到耶稣做伙，因看耶稣安怎对待因，耶稣安怎对待因，耶稣安怎对待周围的人，耶稣安怎对待遐互人看无起的人，抽象的、太高的人，耶稣安怎对待，用恩典的对待因，因嘛看到耶稣所教示的真理。耶稣教示的真理，耶稣教示的真理，毋是干那像阮做牧师嘴讲的那点。因看到耶稣所教示的真理，伊真正做互咱看。伊甲咱讲，着爱听你的对德。伊伫十字架顶替伊的对德祈祷。伊甲咱讲，咱来毋是我来，毋是要互人服侍，是要服侍人。因看到伊甲因洗骹，因看到伊的真理，毋是干那讲淡定，伊用伊的身体去做迄个真理出来互因看。因看到过去讲看到伊的荣耀，甲伊做迄3年外中间，看到伊医病赶鬼，互5000人食到饱，即款的神迹。甚至互死人搁活，上尾伊家己搁活，搁上天，这因拢看到。所以讲，阮看见这物件，
伊的结论咧，这敢若一个可能尔，这个人一定是天父独一的囝，一定是其他无啊。这是约翰真有力的证据。搁一个，咱来看第15节吼。第15节，约翰唯一作见，这个约翰哦，伫约翰福音段内底吼，若记着约翰吼，毋是写福音书这个约翰，伊拢在讲行洗礼约翰。伊伫约翰福音书内底，伊毋捌写行洗礼约翰，伊敢若写约翰尔。所以你若读着伫迄个约翰福音内底读着约翰吼，伊就是咧讲行洗礼约翰。伊讲伊家己安怎讲，你知影无？伊讲伊家己拢讲哦，耶稣疼迄个学生，伊讲伊家己安尼，耶稣疼迄个学生，迄就是咧讲伊家己，伊无讲伊家己。所以伫遮约翰是用行洗礼约翰，这是行洗礼约翰见证耶稣的一句话。伊讲：即位就是我捌甲恁讲的，伊伫我后面得来，却比我较大，因为我还未出世。伊就存在。我伫遮讲耶稣的存在，迄个时序、时间，时序是时间，搁一个序是辈分的辈分。我即马甲恁解释吼。耶稣的老母玛利亚，甲行洗礼约翰的老母玛利亚是 cousin， 两个是 cousin， 所以耶稣甲行洗礼约翰嘛是 cousin。行洗礼约翰早耶稣6个月出世，所以因细汉的是有可能做伙佚佗，有可能。但约翰真早就有甲耶稣接触过啊，真早就甲耶稣接触，可能对囡仔时代就甲耶稣接触过。伊真知影耶稣，伊比耶稣较早出来传道理，因为耶稣出来传道理的时，去约旦河边。约翰已经在甲人行洗礼啊，所以可做咱迄落武侠小说有一句叫出道是无吼？约翰的出道，行洗礼约翰比耶稣较早出道啦，就伊较早，总是伫遮吼。约翰讲啥？伊讲我吼，伊伫我的后壁来，我加伊6个月，伊伫我的后壁。我比伊较早出来传道理，我伫伊头前，总是吼，伊比我较大。伊毋但比我较大，我还未出世，伊就存在啊。因为即句话咧讲啥？即句话讲道成肉体啦，道甲上帝三角地。我早伊6个月，毋过伊无出世，毋过伊早就存在啊呢。这是约翰要证明耶稣。是道成肉体一句话。伫遮咱看，我伫讲时间甲时序，毋若敢若时间辈分的关系。对于辈分来讲，耶稣约翰是耶稣的哥哥嘛，总是讲 no， 我还未出世，伊就存在啊！吼，伊比阮祖公还佫较早啊！相款代志吼，伫约翰福音段第8章的尾啊遐吼，耶稣甲法利赛人伫讲话，伫讲到亚伯拉罕的代志。伫第8章的58节，耶稣甲遐法利赛人讲哦，亚伯拉罕还未出世以前，我就存在。耶稣迄阵才30几岁呢，对即阵德高望重的这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哦。甲因讲哦，恁大家定定讲亚伯拉罕安怎样？亚伯拉罕还未出世，我就存在啊呢。好，这犹太人听一个约翰讲，因摕石头要甲钉呢。你这个狗囡仔，你是咧讲啥？因无了解耶稣所讲的，这个 uniqueness， 这个 unique 的所在是什么？耶稣是超过时间甲空间的存在。
这是一种有利的所在。佫一个第16到17，16到17节是恩典，对耶稣基督所来恩典的迄个特色，有对伊丰富，咱拢领受恩典，恩上加恩。我大声讲者，对伊的丰富，咱会使读做吼，对伊的恩典，对伊的慷慨，上帝的慷慨，对上帝的大量，对伊真有量，咱拢领受恩典。恩典有两款，一款叫做 common grace， 平常的恩典；，佫一款叫做 special grace， 也是叫做 covenant grace， 特别的恩典，也是盟约，人甲上帝定的约，迄个约盟约的恩典。约翰大概是开始讲，对上帝的恩典，对上帝的慷慨，上帝的大量，咱大家拢有接受到，所有的生物拢接受恩典。迄个什么叫做空气、阳光、水，这上要紧的。所有的生物，这上帝拢有互咱，这是咱大家拢有的恩典。总是对信伊的人，对信伊的人，这个恩典以外，搁加一个恩典，加什么恩典？加我拄仔讲的迄个特别的恩典。上帝的囝儿才摕到的恩典，英语叫做 covenant grace。covenant 吼 ，covenant 这是法律的 ，covenant 是一款神圣的契约啦。咱普通做生意的契约 ，covenant 的吼是一个契约，总是上帝往那包含在内。我定定甲要结婚的迄个couple讲哦，结婚吼，唔是 contract， 唔是契约，结婚是 covenant。因为恁誓约的是上帝往那伫内底，所以迄是真神圣的物件。耶稣讲的，这是我的，这个杯是新约，用我的血设立的，是迄个约，迄个约，对迄个约，迄个约要利益咱的灵性、得救、上帝的平安的恩典。咱今仔日读彼得后书第1章第3节到第4节，彼得讲哦，上帝将敬虔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赐予咱，这是特别的恩典。咱敬虔的生活所需要的，这是通过咱人物调咱来分享伊的荣光甲良善，迄位上帝。伊后壁在讲是在讲耶稣啦，伊在讲耶稣。上帝将特别的恩典赏赐咱，是通过耶稣基督。这是恩上加恩。上帝恩典唔捌停。你头壳底想会出来？世间有一项物件唔捌停过，恁想会出来？我想海鹰，海鹰吼，你不时去徛喺海边仔看，当时去已经几啊百万年啊，安尼水溢来转去，溢来转去。咱普通时啊，唔捌得想这，总是上帝恩典拄亲像这。你无得想，总是恩上加恩，不时拢伫遐。这敢毋是足奥妙的假事？要讲恩上加恩，你上海用到上帝就是像安尼，提起过来，提起过来。过去哦，约翰去接触一个足大的题目，是律法甲恩典。律法甲恩典吼，保罗写真济啦，加勒太书拢在讲这，以弗所嘛在讲这，罗马书嘛在讲这，伊拢在讲。我无法度通用足。安尼，迄会当多讲足久的啦。我干那用上简单的啦吼。律法对摩西来，摩西对上帝接10条诫，咱拢知。10条诫内底拢一寡唔通安怎，唔通安怎，唔通安怎，吼。
所以你读的人就知影讲，这毋通安怎，我若拢无做就无代志啊，安尼就对啊嘛。毋通的这我拢莫做嘛。啊，上帝如咱嘛都爱安怎的嘛有啦，就听厝边亲像家己啦，啊，就听主你的上帝安尼爱，你是爱做，所以就毋通做的我莫做，啊爱做的我来做，安尼按照上帝就欢喜啊啦。啊，这是律法啦，这律法简单嘛吼。毋过保罗甲咱伫罗马第7章第19节，伊讲一句话，伊讲吼，伊讲我这个人足悲哀，我知影好的代志爱做，我毋捌做；毋过我知影毋通做的代志，我偏偏去做。咱大家拢共款，咱大家讲共款，所以咱要守律法，互上帝欢喜哦，是差不多无可能的代志。上帝替咱开路，互耶稣来世间替咱死。互咱恩典，恩典有赦免，恩典有赦免。赦免毋是 everything is okay， 你安怎拢袂要紧，无即个代志。伫遮约翰各讲一摆，伫恩典甲真理，恩典有赦免无毋对，总是毋是是非不分，内底有真理，对就对，毋对就毋对。我犯罪，我得到赦免，总是罪所带来遐艰苦的代志，我家己爱负责，这一定的代志，这你走袂去。我若伫讲恩典甲律法的代志，我拢定定爱用我家己一个我的经验哦。这是我拄啊做牧师了无偌久哦，伫阿伯达，我住的迄个砖头哦。无殡仪馆啦，所以我若有人过身去，我拢爱使出半点钟去一个所在遐有殡仪馆，遐做礼拜。我会记得一摆吼，我爱去处理一个葬式。啊，就当阮的囡仔拄啊出世哦，双生啊，伊足无用的啦。啊，我吼有代志，我袂记啥物代志，我伫遐甲伊斗创代志，创甲我时间完全袂记。啊。因妈甲我讲，啊，你敢毋是爱去处理？我一个看时间，是啊，时间到啊，我人还阁伫遮，啊，爱使半点钟，我物件摕的跳入去车底，驶足紧的，驶去海位吼。我知影我超速，后壁一个火刀转，一个警察对伫后壁伫遐转，讲得死啊！我吼都爱停落来。啊！你警察来了，甲我讲，哎，我穿牧师衫要去主持葬礼，我点啊？伊讲牧师，你驶伤紧咧。我知影。我真实个啦，我有撞车，我一定爱去，已经袂赴啊。讲你撞车几点？我甲伊讲，伊讲你会迟到呢。我知影，拜托个，我咧讲，你甲我讲你伫倒遐，我确定啊撞车错，我才来找你，啊应该爱罚互你还啦。哦，迄个警察偌好，你敢知？伊甲讲。你袂赴，你对我行。伊吼驶夜车吼，迄安尼，迄个顶头顶得倒吼，我一生一摆吼合法超速的都迄摆。我对伫个警察后壁走去到位哦，到位时，我落去，我要去倒找你，you know，后摆较早离开厝，毋通遐尼慢安尼赶。李蕊，这是律法甲恩典啦。照律法，我乖乖爱去纳钱。伊无义务爱互我，爱安尼甲我帮衬，出伫伊的听，伊互我恩典。我吼，这个经验，甲足侪人讲，我毋知要讲互恁听无。我这个经验到即摆还会记吼，就是我一摆我讲互我的教会人听的时候，因甲我讲啥？你讲，你毋免欢喜哦。伊带你去遐，就是要看你真正有影有撞色啊无？若无你就该死啊！我迄个时阵感觉讲吼，哎哟，上帝恩典，咱敢着爱用安尼看。人对咱好，咱敢一定爱去想讲人后壁有啥物动机伫啊？人的心肝实在真悲哀呢。恩上加恩啊！咱的上帝足慷慨，上落尾
我要讲的是爸仔囝的关系，真特别的爸仔囝的关系。无人捌看见上帝，只有爸心怀中独一的囝有甲伊显示出来。咱毋捌看到上帝，约翰嘛毋捌看到上帝。毋过伊甲耶稣生活3年半，恁拢讲3年啦，其实3年搁较加啦。耶稣过活了，过甲因生活一段时间，迄拢爱算在内。这3年外内底吼，我毋知影约翰伫当时啊，才感觉讲出来，这个耶稣毋是普通人，这个耶稣是上帝。当时我毋知，可能敢若伊知那点，这毋是伊拄着耶稣时就发生的代志，这一定是年久月深，甲耶稣做伙，看伊对待人，看伊讲话，看伊处理代志，这个人所做的代志，甲普通人无共款。伊看耶稣看3年半，这是伊的结论。无人捌看见上帝，毋过我对上帝的囝，上帝都显现出，这个耶稣显示上帝互我看。保罗吼，保罗伫哥罗西第2章第9节，我无创出来，我读慢慢啊读互恁听。保罗伫哥罗西第2章第9节讲，上帝完整的神性，点伫咱看会到基督的形体内面。上帝完整的神性，点伫咱看会到基督的形体内面。这甲约翰讲的差不多，敢毋是？这甲约翰讲的同款。我知影吼，道成肉体真歹讲，我无可能会当讲甲，互恁讲啊！阮听张牧师的讲道了，我即马信道成肉体啊！我无法度，总是我要用保罗做咧。咱拄仔讲，约翰甲耶稣住3年半，伊看耶稣，听耶稣讲的，伊甲耶稣接触。保罗毋捌拄着耶稣呢，保罗毋捌拄着耶稣呢。关于耶稣的代志，拢是人家讲的，伊无可能知嘛。伊敢若甲耶稣有接触，是敢若伫大马色落落马骹迄阵啊，听到耶稣的声，安尼若定。耶稣的代志拢是人家讲的。伊有信道成肉体，因为我拄好读互恁听嘛。保罗有信道成肉体，我所要讲的是吼，关于道成肉体吼。你我甲保罗拢共款，咱的条件甲保罗共款，拢是人甲咱讲的。问题是你要信啊，毋信，你爱家己做决定。保罗有决定啦，你要决定啊，你要信啊，毋信，这是你的选择。保罗一只搁较出名的，是哥罗西第1章第15节，伊讲。基督是看袂到的上帝的形象，基督是看袂到的上帝的形象。约翰讲，咱无人捌看到上帝，这有影，总是基督是咱看袂到的上帝的形象。我伫准备这个时候，读到一项物件，读到一个牧师写的吼，伊写讲伊有一张 Christmas card， 伊讲伊 Christmas card 若较特别的拢有扣起，人寄互的。伊讲有一张 Christmas card 吼，正面是 Hitler、Stalin、毛泽东这历史上杀人杀真济只人啦，拢有啦吼。伫迄个讲迄 Christmas card 呢，所以伊接到迄张 card 是惊一个讲，这种哪会做 Christmas card？ 很开的是吼。内底写的是讲，真济人拢想要做上帝，只有上帝要成做人，道成肉体。因为我吼，今仔日咱迄个科长落去竞赛，伫Google咧上班的吼，我真正感谢伊，Google 逐项物件都有呢。我去Google去找看有即张卡落也无，找拢无，我敢若找到即张。这过来若不用伫啊。
斯大林伫遐，毛泽东伫遐，伊去边迄个可能是埃及的法老啊，中间毋知啥人我毋知。Many men wanted to be God, only one God became man. 道成肉体。C.S. Lewis 讲一句话吼：上帝的囝成做人，是要互咱会当成做上帝的囝子。因为这是上帝的恩典，恩上加恩的恩典，充满恩典甲真理。咱来参加祈祷。非常地感谢你，互阮通过约翰的话三甲想，道成肉体，遮尔深的意义，遮尔深的物件，阮无法度完全了解。阮有时毋信，阮恳求你加添阮的信，帮助阮的毋信，互阮相信阮的主是道成肉体，伊赏赐阮恩典，佮恩上加恩。阮感谢你，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